1月13日，非一日之寒。我們的酒癮沒有被治癒，我們真正能擁有的是每天的緩刑，這取決於精神狀態的維持。嗜酒者護戒協會第64頁。大部分嗜酒者的幻想是：我一旦不喝酒，一切就會恢復正常。一旦眼前的迷霧散去，我第一次看清了我的生活造成了什麼的樣子。我有家庭、工作、財務和法律方面的問題。我丟掉了老的宗教信仰。對我性格中的某些方面，我總是視而不見，因為他們使我相信自己沒有什麼希望，他們使我一再選擇逃避。這本書引導我解決我所有的問題，但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，自然也不會絲毫不花費力氣就能自動完成。我要經常去感受上蒼的仁慈和庇佑，在他的關照下去解決我所面對的一切問題。